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这个振兴三倍券，今仔日开始开始来使用。超商早起的9点全面来发放，邮局是有的8点，有的8点半。先来看这个台北的邮局，天也未光，透早4点，都有民众来排队，直到8点半，邮局的门才会开。抢头香的民众，无到2分钟，这个3倍券就摕到手了。邮局讲，开卖1点半钟就卖出到166000份。 但是早起一度是卖甲这个电脑来烧到。我已经建了，现建了。好，纸本的3倍券开始卖啊，邮局严定以态，提早发号码牌，但是嘛是有代志发生。白色的是你们的顺序号码，绿色的是你可以领几份。我这是排第一个，进前排队买喙暗经验无好，所以这摆透早4点就来排啊。 无到2分钟就摕到3倍券啊！然后是3000块哦。啊，佮有人炸5张健保卡，想要替家人做伙领，但是那到一半电脑就袂顶袂动。它像网页是跑不动吗？对，就是什么等待回应。3倍券发放的第一天，对透早9点49分开始，电脑就袂顺啊，10点外才正常。 差不多10分钟就领到了，宕机了，现在可以了。有民众等10分钟，这10几分钟的考验，嘛互邮局唔敢大意。中午的时段跟下班前的时段，尽可能不要过来，以免得当场在那边白跑一趟。因为我不像一般正常人动作很快，所以我需要多花1倍的时间，所以我差不多6点就要起来。 行动不便的新众人士要出门领券，时间可能要加1倍。摕到3倍券要用力倒。就没有啊，入场的牛奶粉啊，或者坐高铁回去那个云林啊。每一间邮局准备的3倍券数量都无同款，家己提醒一个，上好是去网络顶观看卖啊，佮存偌济，才袂白走一抓。